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174天，同时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74天，也是穆吉塔巴人间蒸发、音信全无的第174天。就在前几天伊朗国内传出说穆吉塔巴要出来参加一个什么宗教仪式，我看媒体报道还挺多。但是后来我看这个凤凰卫视那个叫李锐，他做了个节目，他说这些都是误传，就是好多人对这个伊朗的媒体报道不了解，导致以讹传讹。实际上这个穆吉塔巴是继续隐身，没有出来露面的意思。这个风险没有解除穆吉塔巴是不会露面的。而穆吉塔巴不露面，恰恰也说明伊朗的局势它根本就不平静。现在看表面上看好像是风平浪静，实际上是暗流涌动。这不，特朗普又发了个帖子威胁伊朗他说没有人比我更愿意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个达成协议的机会，可悲的是他们错失了良机。因此今天我宣布对任何国家实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打击，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他们的海军已不复存在，空军已被摧毁，军工厂已成废墟，货币一文不值，国家岌岌可危。今天我还宣布，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援助的国家都将面临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石油走私、互换渠道、现金转移、外汇兑换处、船舶登记、空壳公司，这一切都必须立即停止。也就是说2月28号之前，伊朗所做的那些东西都不行了。2月28号之前，伊朗不是还通过什么马来西亚通过伊拉克通过这个洗产地还在往外对吧走私或者运这个石油。特朗普说这一切都必须停止。特朗普还说了你们知道我在说谁对吧？不要看，不要互相看，说的就是你，不要东张西望说谁自己心里有数，但是你们知道自己是谁。这将是经济上的决战日经济上诺曼底登陆他说我们需要所有盟友与美利坚合众国站在一起，孤立并击败伊朗的威胁。这些疯子已经走投无路，这些历史性的措施将削弱他们及其在全球范围内散布恐怖的能力。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感谢您对此事的关注。这就是特朗普说的他在真实社交上发文，史上最严厉的经济行动。特朗普说了不要怪我不仁我已经给了伊朗机会，给了这么长时间机会，他没有把握他没有认真对待。8月19号下午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回答媒体有关将如何制裁伊朗的提问时，他又说他说我们有很多可以制裁的领域，我们手里有非常严厉的制裁手段，我们拭目以待。特朗普再次声明，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那么根据美国媒体比如阿克西奥斯纽约时报等等他们的报道也佐证了特朗普一些说法。特朗普不是一直说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军的掌握之中吗？这个阿克西奥斯记者引用2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军已悄然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也就是阿曼湾一侧就是阿曼航线南部航线建立了航运通道，持续数周，每晚约有15到20艘油轮进出该通道，平均每天有1000万桶石油运出，约为战前一半水平，部分夜晚可达1500万至2000万桶。操作不仅护送装油出港的船只还包括引导空载油轮进入海湾装油后再离开。其实美军还挺忙就变成这个海上交通这个引导员了，就是引导这个空船怎么进入这个波斯湾，进去之后去那完油国去装油完了之后再怎么晚上他必须晚上走白天不行关闭应答器，然后从阿曼湾那一侧出来。美军负责引导护航美军通过战斗机等手段
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并称已控制南部航道。伊朗方面监控能力被削弱。不光是阿克西奥斯说啊，这个同一天，《纽约时报》等报道也确认啊，说美军自5月以来，在南部航线协助油轮通过，已帮助超过1000艘船只。仅仅7月份啊，经过美军保护航线，就是美军每天保护的啊，7月份每天达到5000万桶石油，实际上就是3艘船呗，至少每天有3艘船，多的时候4、5艘。在美军的保护之下，这些船把油就拉出来了。但是被伊朗击中的油轮啊是少数，有那么1、2艘是吧？而且那个还不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击中的。那这个报道说明什么呢？怪不得啊，国际原油市场这个价格并没有再回到100，对吧？更不可能到150，现在在80多上下晃。这个恐怕是跟这个大量的油啊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有关系。这也说明特朗普啊也不全在吹牛。确实，为什么呢？因为美军已经把这个伊朗人呢用来监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它有几个岛嘛，那几个岛上有一些监控设备啊，那个什么塔楼啊，3层的，那个就是啊用来监测霍尔木兹海峡动静的，他给它全炸掉了。这第一个啊，那伊朗附近的那些雷达设施也被炸得差不多了，所以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监控手段欠缺。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呢对这个油轮的打击手段也有限，用无人机去打击油轮呢，实际上这个是不靠谱的啊。无人机打击那个固定目标啊比较靠谱，当然你油轮它是运动啊，所以说打这个也不太靠谱，反正不太容易。包括这个导弹本身这不容易，对吧？然后这个伊朗人发射无人机发射导弹也得偷偷摸摸的，他也不能光明正大，因为他一旦光明正大，这也可能遭到美军的报复。所以在这个影响之下啊，导致确实伊朗人他的这个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能力啊被美军给削弱了，也不能说清零啊，就是削弱了。那么再加上美军他提供了保护，实时保护，对吧？人家无人机啊、战斗机进行护航，去击落那些无人机或者是巡航导弹。那这个说来说去啊，也验证了特朗普自己，对吧？几个月前说的，说美军要提供护航，对吧？这个提供保护。但是很多人说啊，这个特朗普又是吹牛，但这也通过这个《纽约时报》和这个阿克西奥斯报道看，那确实美军啊是在提供保护啊。这个新华社也报道了啊，新华社援引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9日的报道说，美军啊已经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说啊，更详细的内容呢，说这一行动啊，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叫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黎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美国官员透露啊，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了一项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已大打折扣。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许多行动啊，攻击行为啊，被美军拦截。这是新华社报道的啊。那朗子怎么办呢？朗子难道坐以待毙吗？特朗普这个锁喉战术是吧，越来越严重，也就是特朗普封锁伊朗那是越来越严，而且还要进行经济上的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这边呢，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没封锁住，出了一个大漏洞，在伊朗人眼皮子底下，美国人搞了一个这个航线出来了，伊朗人能受得了吗？那这样下去的话，对吧？那朗子肯定吃亏呀。所以朗子啊也开始反击。8月19号啊，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密切监视该地区
就是中东地区啊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协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行动了如指掌。就是伊朗的意思什么意思啊？我弄不了美国，我还弄不了你们这些王爷国吗？所以他就继续对周边的王爷国发出威胁，你们所有支援美军的这些行为啊，那都是被认为是针对伊朗，那我伊朗就要报复，不敢打美国还不敢打你们吗？仅仅威胁中东国家那远远不够，没什么意思。因为中东国家不仅威胁，他打了，对吧？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这个朗子啊也可能是上头了啊，所以他开始威胁北约。这又是新华社报道啊，说英国媒体19日披露，伊朗高层已在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2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那这个判断是对的也就是何时发生呢？那就是中期选举之后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技术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这2名知情人士称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按照《金融时报》的说法，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美国的《华尔街日报》3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向位于印度洋中部查克斯群岛、距离伊朗大约4000公里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迭戈加西亚基地发射了2枚中弹道导弹。虽然这2枚导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此举显示伊朗有意愿打击中东地区以外美军目标。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扎尔特·考尔沙说他说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威胁真实但有限。考沙尔说伊朗可对美国在南欧和东南欧的军事设施发射流星系列等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在较远射程杀伤力有限。这个说法不对癞蛤蟆不咬人，它膈应人呢。他只要往那个欧洲发射导弹就够了，你就是把它击落了，它的残骸掉下来，那也得砸着花花草草的，也不好会引起这个，对吧？那欧洲本来人家是岁月静好，远离战火，结果也现在对吧？战火烧到了欧洲，这个性质不一样所以你说这个朗子可真是叫癞蛤蟆打哈欠，口气不小，要打欧洲打中东这王爷国没什么意思了，没难度。也挑战一个有难度的，教训一下这个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根据今日东方报报道在有关伊朗权衡应急计划一旦华盛顿升级对伊朗打击之后伊朗将打击美国驻欧洲军事设施的报道传出以后北约组织确认已做好保护所有成员国的准备。针对《金融时报》发表的这篇报道，一名联盟发言人强调说北约保持着强有力且有效的威慑态势，能够应对任何外部威胁。该联盟官员还提醒观察人士，今年年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北约防空系统已成功拦截从伊朗领土飞向土耳其的弹道导弹，此类情况共发生4次。但是伊朗现在否认我记得应该是3月份是吧？这伊朗反击什么真实承诺几次然后第多少轮的时候，他那个导弹乱射有几枚导弹是飞过阿塞拜疆，有几枚导弹是到了这个土耳其，准备北约的防空系统给击落。
但是现在伊朗他否认，他说这个是你们欧洲人自己搞的，叫假旗行动，说伊朗根本就没有发射导弹啊，是什么攻击土耳其，飞到土耳其，那是北约啊以色列搞的这个假旗行动，他不承认。北约的意思啊，就告诉伊朗，你试试看，你要敢炸北约的领空啊。但是啊，伊朗虽然很强硬啊，他嘴上强硬，但是身体啊确实已经扛不住了。特朗普宣布经济诺曼底登陆，历史性的经济措施瘫痪伊朗。伊朗的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 X 平台说啊，正如特朗普曾经正确写出波斯湾之名，不久后啊，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错觉，要么自行更正，要么由我们亲自纠正这位活在幻想中人的谬误。也就是这个伊朗的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啊，那意思就是说，特朗普，我来给你治治你这毛病，对吧？你这说大话，你这个满嘴跑火车，你把霍尔木兹海峡要标为美国的领土，我来治治你这毛病啊，我来给你拿脓，就这意思啊。当然了，伊朗人那是过嘴瘾啊，为什么呢？对吧？这个谁苦谁自己知道，鞋子适合不适合脚啊，只有脚知道。这个伊朗目前状态呢，就是南部出海口，就是这个波斯湾、印度洋这一块的，那全被美军给封锁了，鸟儿都飞不进去。而北部跟俄罗斯之间的那个航线，就是里海，那又被乌克兰人给掐住了。乌克兰人动不动要去炸，乌克兰人可是说到做到啊，对吧？前面已经炸过了，后面你要再运什么武器，还得炸。朗子啊，往这个俄罗斯运的西瓜呀，都被这个乌克兰人给炸了。所以说对伊朗来说啊，南北两条海路都不通，油出不去，钱进不来，其他物资也进不来。但是嘴硬，光嘴硬有什么用呢？一会儿报复这个，一会儿报复那个。伊朗的困境啊，瞒不住了。伊朗石油公司欠债达到了800亿美元，而根本没有钱还债。伊朗国际电视台称啊，伊朗石油公司现在欠了伊朗央行商业银行635亿美元，还欠了伊朗国家发展基金170亿美元，已经逾期2年，是该基金最大债务人。而且伊朗货币里亚尔疯狂贬值，从2025年初的90万里亚尔兑1美元，已经跌到了200万里亚尔兑1美元。里亚尔贬值的越多，换算成本币之后，债务负担就变得越重。哪怕不再新增借钱，旧债的账面负担也会持续膨胀。现在伊朗石油被出口被限制，也就是它的南部这些港口啊，哈尔克岛统统的围得跟铁桶一样。而伊朗国家又要求伊朗石油公司持续开采石油，维持国家财政收入，那么开采油气又继续产生新的融资利息，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现在来看，伊朗国家石油公司800亿美元债务只是冰山一角，伊朗整体的财政经济压力非常严峻。因为啊，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卖出去的原油要比国际布伦特原油价格低15美元一桶，同样开采一桶油，拿到手的外汇收入就要少一大截，赚外汇能力被压制，还债的钱自然就不足。但是伊朗为了维持财政，就必须要求伊朗石油公司还要不停开采石油，哪怕伊朗石油公司欠了一屁股债，但是伊朗财政严重依赖石油收入，不能停掉油气生产，油田还要持续投入，利息不断累积，债务雪球持续滚动。这个有点像俄罗斯啊，俄罗斯打仗打了5年之后，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股价是暴跌啊，为什么呢？跟那个伊朗是一样的，就是地保要求你赶紧出口换美元，换美元他才能买武器、买零部件，维持战争。但是你这他卖的是按美元计价，对不对？按照美元计价导致什么呢？导致他国内，对吧？他在国内成本是要按卢布在计价，所以这里面就发生很大问题，汇率变动啊，直接就导致这个能源公司不赚钱。而伊朗现在能做的更多是维持一种还在战斗的姿态，打一打美军基地，封锁一下海峡。但这些动作与其说是战略进攻，不如说是为了稳住国内的民意，也就是他这个属于演戏啊，给国内盘盘们看。现在伊朗经济烂成这样，物价飞涨，失业高企，物价高涨，失业问题突出，民间不满情绪积聚，民众的不满随时可能爆发。伊朗革命卫队强硬派
需要靠外部的紧张气氛来转移视线。结果就是伊朗本来希望靠强硬提升地区影响力，实际却不断的孤立自己，外部生存空间不断收缩。什么收缩啊？阿联酋对吧？已经切断一切跟伊朗之间的经济联系。阿联酋开始封锁伊朗了，这不就是陷入孤立吗？陷入一个两难局面，对内需要强硬维稳，对外强硬又让周边环境变得更差。周边国家出于自身安全考量，看到局势紧张，必然会调整外交与安全政策。沙特牵头建立了海上联盟，组成3国共同防御协议。摩洛哥、阿联酋靠近以色列，这些行为本质上都让伊朗的周边环境变得更差。而伊朗央行行长宣布他说目前尚未有任何被冻结的资金解冻。前一阵子网上老是吵是吧？说什么阿联酋为了避免挨这个伊朗揍，给伊朗解冻了什么几十亿美金的资产，还有说是卡塔尔是吧？怕挨揍，给伊朗人解冻了多少亿美金。实际上央行行长说了这是伊朗的行长，目前尚未有任何被冻资金解冻。网上也有大量的视频这些视频当然了这个真假难辨。这视频显示什么呢？显示伊朗又有大批人开始上街了。伊朗人上街干什么？这回上街是维权，要讨薪。因为伊朗已经清几个月了，连卫队连警察的工资都欠，就不要说普通民众底层流氓是吧？那肯定欠了很长时间，那欠了伊朗人根本过不下去他们就上街。根据这个媒体报道半岛电视台他说伊朗通胀持续恶化，食品价格大涨，冲击居民生活。伊朗经济压力持续加剧，在德黑兰传统集市，表面上商业活动仍然正常，但不断上涨的物价和持续贬值的本国货币正在迅速侵蚀普通家庭的购买力。半岛电视台从德黑兰报道，过去几个月，伊朗点对点通胀率一度超过 87%， 食品和饮料价格同比上涨约 130%， 其中固体植物油价格上涨 399%， 也就 400%呗。进口大米上涨 210%， 鸡蛋上涨 200%， 鸡肉上涨 190%。 物价上涨已经从食品蔓延至更多的日常消费品领域。有居民表示为维持2个孩子的生活开支，不得不同时做几份工作。另有商户称，过去3-4个月，由于石化工厂和其他设施遭到袭击，洗涤剂的价格至少上涨了 70%， 艺术用品等商品价格也明显上升。一名消费者表示，油漆和美术用品已经贵到难以承受，有时只能购买质量较差的替代品。能源供应成为新的担忧。伊朗官员警告，该国每天汽油供应缺口为1500万升，市场开始担心汽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依靠汽车谋生的人尤其担忧，一旦燃油价格上调，加上已经很高的汽车维修成本，收入将受到很大挤压。伊朗当前经济困境既与长期国际制裁有关，也反映出国内经济管理问题。这是半岛电视台说的与此同时，伊朗与美国之间通过外交谈判缓解局势的前景更加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正进一步影响汇率、市场预期和居民消费。在德黑兰，越来越明显的情绪是挫败与焦虑。民众既担心新一轮军事对抗，也仍期待外交重新启动，并最终缓解经济压力。但在局势明朗之前，不确定性仍将继续成为伊朗经济和普通家庭面临的最大压力之一。这个特朗普在伊朗这儿觉得不过瘾，把目光又投到了东北亚，一边对吧？骂这个韩国白眼狼不懂感恩，一边向这个司令官抛出橄榄枝，说跟司令官个人关系非常好，而且说今年他要跟司令官会晤，然后说是得到了这个司令官的热烈的响应。美国的国务院也说跟这个司令官之间的会谈不设任何门槛，想谈就去，对吧？就都可以谈，就这意思不设任何先决条件，只要谈就行。结果这个特朗普显然是热脸贴了一个冷屁股
司令官啊非常恼火，司令官没有感觉啊，说这么很有面子是吧？特朗普给自己面子走个面儿。这个8月19号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及是否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互致书信时，特朗普回应啊，他说该问题啊不便透露，但是啊我和他相处的挺好，我和他相处融洽，这是好事，不是坏事。特朗普还说了啊，这个他呀指的是司令官啊，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当初啊本不该让这种局面出现。然后特朗普就说啊，自己呀十分了解司令官，称只要美国拥有一位明智的总统，朝鲜方面就不会制造麻烦。倘若美国总统能力欠佳，那么朝鲜可能会带来麻烦。然后最后啊，这个特朗普也再一次强调，我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你说这特朗普这个思维跳跃啊，你聊司令官，最后结论是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那司令官的核武器怎么办呢？特朗普也说，那不是问题，不是问题。但是司令官显然不领情啊。这个特朗普虽然他说啊，他要重启他第一任期内推动、控制或说服放弃核计划，外交努力要重新恢复啊，让司令官把我核武器交出来吧，放弃核计划，就这意思啊。结果司令官的妹妹啊，这个金宇镇呢，就驳斥了特朗普的这个说法。朝鲜直接驳斥特朗普声称金正恩回应美国接触，并给予非常积极回应的说法。金宇镇表示啊，该国不知道领导人之间最近有任何沟通。这是韩联社援引朝中社报道。这个金宇镇说啊，朝鲜对特朗普因韩国拒绝加入伊朗战争而减少美韩联合军事行动的举动毫无兴趣，也就是你不要搞这些猫腻啊，你跟韩国之间那些弯弯绕，你不要扯我，跟我没关系。他表示啊，缩小演习规模或持续时间并不能改变的挑衅性和侵略性本质。朝鲜只有在特朗普正式放弃去核化表述的情况下，才会出席任何会议。也就是说啊，这个妹妹替哥哥出来表态了，说了啊，你特朗普啊，你只要先承认我的这个核地位，我是有核国家，你先承认，咱们再聊。你不承认这个是先决条件啊，这是前提。你要不承认这个啊，然后你还什么去核化，你就别扯了啊，一边待着去。感觉特朗普热脸贴了个冷屁股。人司令官说了，我只想静静，是吧？你少来我这儿这个对吧？正事啊。但是不好意思啊，特朗普他就要去哪壶不开他就要接哪壶，他就要这个半岛无核化。现在这个半岛无核化啊，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啊，这个国际共识，什么叫国际共识呢？就是五常都是支持啊，都是维护半岛无核化的，至少这是正确表态。五常对吧？大家一致。但是现在啊，里面有一常，那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已经啊，他是半承认，他也没有承认，这半承认这个朝鲜啊有核武器。也就是这个俄罗斯跟朝鲜现在互动，对吧？现在互相依赖啊。这俄罗斯需要朝鲜的士兵啊，需要朝鲜的导弹和武器去打击乌克兰。为了让朝鲜出兵，所以他答应了朝鲜啊，就是他承认朝鲜的核武器。这就是发生变化了啊！本来是五常都是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而另外一个对吧，一个理事国好像最近啊，最高领导人去朝鲜的时候也没有提半岛无核化，这就让人感觉这个有问题了，是吧？所以这个韩国啊比较焦虑啊。但是特朗普这个人也，他叫什么？亲兄弟明算账。你韩国你不帮我。我在伊朗那儿搞伊朗无核化，你不帮我啊？你让我在这儿搞这个什么朝鲜无核化，你就来劲。总之吧，这个董王啊，把这个更多的精力啊，开始往外转移了，对吧？要去看司令官了。那所以说这个是大戏刚开场，不知道董王怎么啊跟司令官打交道，怎么来开始他的这个朝鲜的无核化。这是一场硬仗啊，对董王来说啊，看看董王是怎么整的。是不是又要闹笑话，还是说真的能往前推进？我们拭目以待。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